希望大家可以賞面點讚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係完全免費㗎。多謝。將冬菇同蝦米用水沖一下，然後再用熱水浸1個鐘令佢變軟身。臘腸可以選擇全部臘腸、全部潤腸，多少自己決定，有臘肉或者冇臘肉，當然冇嘅就冇咗嗰個味道。將臘腸飛一飛水，目的係將臘腸表面嘅灰塵清洗乾淨，然後再用水洗多一次，跟住就可以攞去蒸，隔水蒸30分鐘。倒起蒸完臘腸之後嘅汁，留低備用。而家要將所有嘅材料切粒。將臘肉嘅皮同稍為硬嘅部分去除，然後切粒。將鑊燒熱，用細火放入蝦皮烘乾，一定要用細火，唔係嘅話，蝦皮會有苦味。蝦皮稍微炒到金黃色，就可以撈起磨碎。我買嘅蘿蔔共重5159克，因為一陣要預切去嘅皮，同埋蘿蔔嘅頭頭尾尾，
所以要預備多少少。睇到蘿蔔嘅外圍有一個圈，嗰個圈其實係佈滿蘿蔔嘅纖維，切咗佢會比較軟滑，但都可以選擇只將皮批走。雖然口感冇咁好，但係唔會浪費。而家蘿蔔嘅總重量係4208克，即係剛剛好7斤。想蘿蔔糕食落去更有層次，我將一個蘿蔔，即係4小段嘅蘿蔔切粗條，其餘嘅用刨絲器，均等咁大小咁刨好，整成有大有中有小嘅條狀蘿蔔絲。而家用緊刨絲器嘅粗窿，唔需要刨到太盡，以免留蚊飯。而家用緊刨絲器嘅細窿。就係咁，大窿細窿大窿細窿咁，做成粗幼蘿蔔絲。將浸完水嘅蝦米揸乾水分。如果你覺得蝦米大粒，你可以將佢切到你想嘅大細。剩低嘅蝦米水，唔好倒咗佢，留低備用。一樣，將浸完水嘅冬菇揸乾水分，將佢去定切粒。剩低嘅冬菇水，唔好倒咗佢，留低備用。
將頭先刨好嘅蘿蔔揸乾水分，蘿蔔水留低備用。因為每個蘿蔔含水量都唔一樣，為咗更精準，所以我量一下所有嘅水分：蘿蔔水、冬菇水、蝦米水，仲有係臘腸蒸出嚟嘅汁，加埋一齊有1010毫升。其實如果數字唔係相差太遠，效果出嚟都一樣咁好味。但如果你發覺買返嚟嘅蘿蔔冇咩水分，你可以加水或者雞湯，加到去1010毫升。用中火將紅蔥頭炒香，加入切好嘅所有材料，臘腸、臘肉、冬菇、蝦米，炒到佢微黃，撈起備用。唔好洗鑊，都係用中火，將全部蘿蔔放入鑊，加入蝦皮粉炒勻，好，冚蓋焗佢3分鐘。加入炒好嘅臘腸、臘肉、冬菇、蝦米，然後兜勻。加入臘腸、臘肉嘅汁，然後兜勻。
加入雞粉，然後兜勻。呢邊廂熄火，冚蓋焗緊啲蘿蔔。那邊廂要準備煎米粉粉漿，將全部煎米粉同埋鷹粟粉加入所有嘅蘿蔔水、冬菇水、蝦米水攪勻，直到完全冇粉粒。仍然保持住熄火，準備個大隻佬，應該係手瓜起剪，食嘢唔使俾錢嗰種。攞住個鏟，一邊鏟一邊加入粉漿，記住分幾次加。加少少油，大概係1至2湯匙左右，目的係令蘿蔔糕蒸完之後有啲光澤。蒸盤噴少少油，避免黐底。呢度必須留意，蒸盤唔好太高，大概4至5厘米左右。太厚嘅話，會好難蒸熟。盡量加多少少水。滾水後，放入蘿蔔糕，再滾起後閂細火起計，蒸90分鐘。期間如果發覺煮嘅水分蒸發晒，就加入滾水。重申，係加入滾水，繼續再蒸。開蓋加滾水盡量要快，用牙籤插入中心部分，唔黐就代表蒸熟。